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詩篇第130篇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詩篇第130篇嘅標題係上行之詩，上行之詩包括咗詩篇第120篇至到134篇，共有15篇。詩篇130篇係上行之詩嘅第11篇，亦即係第三組嘅詩篇嘅第1篇。第三組嘅詩篇係講關於朝聖者佢抵達聖殿去敬拜神嘅經歷。喺預言嘅角度嚟講，係講關於以色列同埋教會最終係抵達神所應許嘅階段，就係彌賽亞嘅國度嘅來臨。詩篇130篇就係帶出咗彌賽亞來臨嘅呢件事情嘅引言部分。本篇詩篇係分為兩部分，首先係內心嘅深處係懇求神嘅赦免，第二部分就係要等候天亮，等候耶和華完成佢嘅救贖。對新約嚟講，係讓聖徒得着新嘅生命，完全更新，有主耶穌基督復活嘅生命，係朽壞嘅變成不朽壞。對於仍然等候舊約嘅實現嘅以色列人嚟講，係主耶穌基督佢來臨，彌賽亞作王1000年嘅日子嘅開始。詩篇130篇1節，耶和華啊，我從深處求告你。無論係對以色列人嚟講，或者喺福音之下所有新約嘅信徒嚟講，呢個都係最基本嘅第一步，就係由內心深處係感覺愧疚，係向神認罪悔改，回轉歸向神嘅一個步驟。喺詩篇130篇2至4節，主啊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，求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。耶和華啊，你若究察罪孽，主啊，誰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呢度係向神認罪悔改，回轉歸向神，係無論任何人要得救嘅第一個步驟。喺以西結書36章24至25節嗰度話：我必從列國帶領你們，從列邦聚集你們，領你們回到本地。我必灑清水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潔淨了。我要潔淨你們，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，棄絕一切的偶像。呢個係神對以色列人嘅應許，就正如喺詩篇130篇8節嗰度繼續講，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。當神救贖以色列人脫離一切嘅罪孽之後，有咩嘅結果呢？就正如以西結書36章26至27節嗰度繼續講落去，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，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心。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呢度神係應許以色列人將會有一個重生得救嘅狀態。今日神已經將以色列人由列國帶領，由列邦聚集帶領返本地。自從1948年以嚟係已經開始咗，並且我哋可以留意到係一直進行當中。但係進一步仍然要等候，到咗一個日期，佢哋要真正被清水灑淨，洗去污穢，並且得着一顆新心，就係將石心變為肉心。佢哋能夠重生得救，聖靈與佢哋同在嘅嗰一日為止。喺詩篇130篇5至6節嗰度話：我等候耶和華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話。我的心等候主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喺呢度短短2節經文裏邊，係共出現咗5個等候，所以呢個等候事情嘅發生，而喺等候嘅過程當中，係憑住信心同埋忠心到底，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守夜嘅意思係代表夜裏邊看更嘅人，佢哋喺夜間係等候天亮嘅到來。呢度有如主耶穌基督佢嘅再來，就好似天亮係必然係會到來嘅。呢個就係我哋嘅信心嘅所在。而喺天亮仍然未到來之前，守夜嘅人就係我哋，仍然要去做守夜應該做嘅工作，就係忠心嘅工作。一方面係要盡量喚醒嗰啲喺罪裏邊能夠甦醒嘅靈魂，使佢哋能夠重生得救，得着福音嘅好處，就好似我哋當日曾經所經歷過嘅一樣。另一方面就係去抵擋撒旦嘅詭計，因為佢嘅詭計同埋攻擊喺呢個黑夜嘅時間，對於信主嘅人係經常會發生。我哋教會作為一個整體，係要避免喺黑夜裏邊係受敵人嘅侵擾，係要盡忠到底，能夠作成神要我哋所作嘅工作，直等到主耶穌基督翻嚟，就係等待天亮嘅時間到來。願意我哋信主嘅人都能夠互相守望，喺代禱同埋互相分享嘅當中，彼此嚟到互勉，直到主耶穌基督翻嚟與我哋一齊見面嘅時候為止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